住落嚟，我哋會繼續頒發獎項㗎。首先有請我哋嘅頒獎嘉賓，熱烈掌聲歡迎環境運動委員會副主席黃志強先生移步嚟到台上，為我哋頒發傑出推廣夥伴嘉許計劃嘅獎項。歡迎黃生。接住落嚟呢，我哋嘅傑出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推廣夥伴，所有嘅得獎夥伴同埋代表將會分批移步嚟到台上。我哋現在有請第一組，大家可以拎住手中嘅獎座移步嚟到台上，連同我哋頒獎嘉賓黃生一齊影張合照嘅。好，黃生咧可以繼續留步喺正中間嘅位置嘅，黃生可以留步喺正中間位置，我哋每邊3、4位，冇錯。望向正前方，展示手中嘅獎座。頭上係我哋第一組嘅傑出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推廣夥伴。今年呢，其實我哋總共有46間嘅得獎機構，分別咧有24間機構係獲得傑出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推廣夥伴，22間係獲得優秀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推廣夥伴。現在我哋有請第二組別咁多位可以移步嚟到台上，亦都準備同博士一齊影張相嘅，同黃生一齊影張相嘅。我哋嘅傑出推廣夥伴嘉許計劃，目的咧就係表揚一眾公司同埋機構，積極協助宣傳香港環境卓越大獎，並且係推薦業務夥伴同埋持份者一齊參加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為擴大獎項嘅影響力作出重要嘅貢獻。大家可以手持手中嘅獎座，望向正前方位置，我哋一齊以燦爛笑容影張合照。恭喜晒我哋第二組別咁多位嘅得獎代表。而緊接落嚟有請黃生繼續留步，我哋都歡迎第三組別可以準備移步嚟到台上。掌聲歡迎咁多位。傑出推廣夥伴嘉許計劃每2年就舉行一次，要成為我哋嘅推廣夥伴，首先要落力幫手宣傳。公司或者機構啦，通常都會透過不少於3個唔同渠道嚟到宣傳大獎，等多啲人都可以召集得到嚟自各行各業嘅機構同埋企業都可以一齊參與，加入環保嘅行列。再一次掌聲祝賀！黃生請繼續留步，而接住落嚟啦，我哋亦都會邀請優秀香港環境卓越大獎推廣夥伴得獎夥伴代表分批移步嚟到台上。首先我哋有請第一組別，大家亦都可以準備向我哋鏡頭前方嘅位置展示手中嘅獎狀。黃生麻煩留步喺我哋中間嘅位置，大家可以向前向左手邊一大步。非常好，係我哋旁邊女士可以向翻中間少少，黐翻埋少少嘅，冇錯啦。我哋一齊望向正前方位置。公司同埋機構通常都會透過公司手機程式、公司網站、社交媒體、電郵等等嘅網上宣傳去推廣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好多謝大家幫手推廣。黃生請繼續留步。接住落嚟，我哋有請第二組別。各位代表可以準備上台，有請黃生可以繼續留步喺中間嘅位置。好，我哋手移玉步，稍稍向前一小步，冇錯。我哋亦都可以向鏡頭展示手中嘅獎狀。而呢，亦都知道我哋部分嘅得獎機構，除咗喺網上宣傳之外啦，佢哋都好有辦法㗎噃。例如喺商場嘅大型屏幕啦、大廈外牆啦、大堂，甚至乎升降機嘅電子屏幕，佢哋都好落力咁樣展示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嘅資訊。咁接落嚟，亦都歡迎我哋第三組別咁多位嘅代表可以移步嚟到台上。恭喜所有得獎機構，恭喜所有得獎代表，亦都有請黃生繼續留步喺舞台正中間嘅位置，連同我哋得獎代表一齊影張合照。另外，得獎機構啦，其實仲會免費借出場地，並且會協助大會舉辦巡迴展覽活動，可以話係出心出力支持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非常好，恭喜晒黃生，請繼續留步啊！